由於雷曼兄弟的倒提，整個股市一天之內蒸發了1.2萬億美元，整個華爾街都搖搖欲墜。第一個受到影響的是全球最大保險公司 AIG， 它大到什麼程度呢？總資產超1萬億美元啦，業務橫跨全國130多個國家。世界上各大銀行都在 AIG 買了保險。簡單來說，銀行買了垃圾房貸，怕它違約，就走 AIG 買保險。如果違約 ，AIG 賠錢。本嚟這個穩賺不賠嘅生意，佢直到雷曼倒閉，一夜之間所有產品全部違約，他需要支付超過1000億嘅違約金，而且會要了 AIG 的命啊！一旦 AIG 倒下呢，所有買了他保險嘅公司呢，手裏嘅保單呢都會變成廢紙。只需要幾天，美國的金融系統將會全面崩塌。財政部長終於明白，這次無論如何呢，都不能讓 AIG 倒下。2008年9月16日，美聯儲宣布呢，支援850億給 AIG。儘管政府的干預讓市場勉強喘了口氣，但危機的暗流早已向更深處蔓延。寶華山心里比誰都清楚，如果不在根源上動刀子，所有嘅努力都不過是無用功。他拋出一個堪稱激進嘅重磅提議啦，向國會申請高達7000億美元嘅救市資金。政府咧親自下廠，將銀行手中嚟嘅爛帳下有毒資產咧全盤買檔。但2008年這個特殊大選年咧，國會上昨晚正為連任焦頭爛額嘅議員，死也不揀在這個節骨眼上定咗滔天綿遠去投票支持。果不其然，這場計劃被眾議院無情否決。在絕望中，保惠生熬過了一個不眠之夜。第二天凌晨，他徹底推翻了此前的劇本，寄出了一套截然不同嘅方案，不再去碰那些燙手的不良資產，而是直接動用1250億美元，以購買優先股的方式向美國9大銀行強行注資，即背後的邏輯發生了根本性的翻轉。國會之所以否決，是怕錢打出去，連個響都聽不見。但如果政府拿的是銀行嘅股份，這筆錢就從無償救援變成了股權投資。更為精妙嘅是保惠生在暗中布下了一個心理戰局。如果只挑呢啲瀕臨破產嘅銀行救，無異於給他們貼上病危通知書，因此有救就必須一視同仁，不管資產質量好壞，9大銀行必須全部接受，新嘅博弈隨之而嚟。對於那些像高盛、摩根大通這樣原本底子尚好嘅銀行來說，他們憑什麼接受政府注資？憑什麼要忍受政府的監管？一場關於尊嚴與生存的拉鋸戰才剛剛拉開帷幕。